先开始来关心风台的上新状况哦。昨后暗头5点半，气象局发布卡努风台的陆上风台警报，目前暴风圈已经扫到台湾的北部、东北部近海，苗栗以北地区拢是陆上警戒的范围，会透强风、落大雨。咱来看气象局上新的说明。 那第2号台风卡努呢，在今天早上8点的中心位置，大约位于台北的东北东方360公里的海面上。那以强度上来说，目前它的近中心最大风速是每秒45公尺，那暴风半径呢还是维持280公里的暴风半径。那未来它的行进方向上来看哦，会缓慢的朝西的方向上来前进。 预计在今天的深夜呢，它会最接近我们。那之后逐渐开始向东北回转，慢慢的离开。那行进的速度上来讲是比较缓慢的。今天上午到今天下午来看，北部地区的雨呢是持续的，而且降雨的范围是比较广的。特别是在北海岸的雨呢是特别是比较大的。 那在新竹苗栗以南的地方呢，降雨呢会比较集中在山区。那平地的部分也看到有一些间歇性的降雨。那可以看到晚上的部分要特别留意，距离台风比较远的中南部呢，在晚上西南风增强之后，它的雨势呢反而会比北部来得更加的明显。要特别提醒，距离台风远的中南部呢，雨势在 下半天甚至晚上之后呢，雨势会变得更明显。在山区的部分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，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。